财团法人驻我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为了表扬临床的护理专业人员，甲列团体照顾病友相反积极的奉献，对民国101年设立南丁格尔奖，到今年已经迈入第14届。今年获奖的有4个团体奖、9名个人奖，其中2名个人的金奖拢伫咧成大病院，分别是3医科的护理长田雨婷，甲列陈家荣督导，分别以着打造友善的照护环境，甲列创新设计、优化临床来获奖。今天非常荣幸能够代表获奖者与大家分享荣获南丁格尔奖的喜悦跟历程。那其实每年慈院基金会都会举办南丁格尔奖，那主要来鼓励以及表扬在临床，然后在社区还有各个护理场域当中可以展现杰出贡献的护理人员，那被誉为护理界的最高荣誉。那因此各大医院无不倾力推荐最优秀的护理师来参与角逐。那近年来在冯主任的卓越领导跟全力的支持下，成大医院的护理团队持续的展现专业的实力，还有深远的影响力。那屡获佳绩，备受各界的肯定。特别是今年我们一举夺得2个金奖，那更是我们团队共同努力的成果，也是至高的荣耀。这份荣耀呢，其实不是代表个人，代表了成大医院及护理部对我们所有的护理师的栽培跟肯定。那我们也希望说，也相信在成大医院跟护理部的栽培，可以让我们的护理师、成大医院的护理人，他们可以展现他们的专业以及服务的品质、他们的创新，甚至他们有自己的舞台。那我想，就是分享一下说，其实我们也期望所有的护理师可以留任临床照护跟投入临床照护。那护理会荣耀着我们荣耀护理，我想护理也会荣耀着我们个人、家庭及团队。成大病院不但连续3年获得3个金奖、1个铜奖，统计历年来总共有6位获奖者。分别伫咧妇幼的关怀、儿童癌症照护、偏乡服务、智慧医疗、甲着护具的创新等领域，拢有袂歹的成果。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